是国小生。那幼稚园的举手。幼稚园的，只有你是幼稚园。还有那个刚找回家了。那还没有幼稚园的举手。还没上学，所以其他都国小了。小几？小四、小五、小三、小五、小一、小五、小五了。小三。你有没有母语的名字？有。叫什么？不乱骂。醒过。不漏。不漏。少骂。少骂。一系。你的母语的名字是谁给你的？阿妈。阿妈。阿伯。阿公。到底阿阿伯。阿妈。因为我们跟阿妈一样。你是从哪里听到丰年祭这3个字？耳朵想出来的。阿妈。老人家。我阿妈的嘴巴。学校的母语老师说的。丰年祭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东西？玩游戏。想到我妈妈会不会跳舞？就是想要有这样的舞蹈，跟那个老人家或者是大哥大姐姐一起唱那种。跟老师问，你所知道的原住民舞蹈是长什么样子？圈大卫舞。拿什么东西？来，你说。绕圈圈的大卫舞。那个好像是歌。要的我。第二个很好。你班上同学有原住民吗？有。如果你同学问你丰年祭都在干嘛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回答他？不要理。那我要怎么回答吧？来看就知道。来，如果今天有人可以陪你参加丰年祭，你想要找谁？我绝对把我们班同学全部带我们全班同学带全校同学，带我们学校校长老师。为什么要带自己的同学？让他们知道原住民。对呀，只会喝酒吃冰啊，还会把自己的生活文化传承。很好。今年丰年祭几号7月30。7月30是礼拜几？礼拜六。为什么？回来哈。丰年祭的时候在干什么？跳舞。把原住民的文化给外人看。喝米酒。喝金牌。吃好哈。那个糯米面。吃猪肉。聊天。还有我呢。玩什么？玩吃冰凉。丰年祭的时候，大哥哥大姐姐都在干嘛？跳舞啊，然后教服务外面来的。服务外面来的。谁？外面来的？等一下。就比如说不是原住民的人，或者是从外地或者是别的市区来的。别的市区来的。反正就是客人都喝酒。大哥哥大姐姐喝酒。他们都是在晚上那个局的不同是他们坐的地方，然后因为他们在大酒给老人家喝。大哥哥会那个叫什么竹林的，祭拜竹林的。祭祖了。对，我知道那个老人家给他们讲，他们家说阿赖妈妈。丰年祭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在干嘛？我知道，爸爸妈妈在跳舞、煮菜，然后带青牛、金牌、喝酒。我妈在家里看电视，爸在外面喝酒，家里睡觉。妈妈会帮他煮菜，然后爸爸就带哥哥姐姐们去跑来跑去。这样妈妈在干嘛？跳舞。阿妈在和你聊天，脚抬起来。你刚不是要举手？妈妈在烧钱。妈妈是会计。乡下有没有丰年祭？有。那你知道你乡下的那个部落叫什么名字吗？乡下没有部落。花莲吉安乡。光复的叫什么？台湾啦。台东。台东。乡下跟这里的丰年祭，你觉得差别在哪里？乡下人比较少，乡下人是比较非常传统，对，是会结合一些比较现代，这样价格不好看。乡下不好看。哦。他的意义说我们这个社区的比较。你比较喜欢乡下的丰年祭，还是喜欢这边的？这边的厉害不错。你喜欢丰年祭的哪一个部分？晚上。晚上的晚会。从头到尾都。你喜欢大会舞？就我们跳舞的时候，然后跟吃午饭。跳舞。我吃嘞嘞。好的。你喜欢看到丰年祭上面有喝酒吗？喜欢啊，因为有些大人只有这种时候才有办法跟朋友喝酒聊天。那我们就可以玩啊。他们在喝酒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那。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就。他们酒醉了，他们就
觉得那些长官贵宾，就是我们会有致辞介绍，长官贵宾他们来干嘛？赞助我们，他们觉得我们跳舞，社区的文化很好，来祝我们丰年祭可以顺利完成，了解我们传统文化。他们来这了解传统文化。把我们的歌声跟舞蹈吸过来。这么厉害！不然讲唱会两会不耐烦。大会舞的时间很长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因为小朋友都在围在大人里面，那面学祝愿歌跟舞蹈，而且可以带朋友或大人的朋友一起来唱。是宝宝会唱那个想不到，那个你要会不会唱？丰年祭了呀，哦呀哦呀，哎呀，哦呀。好，丰年祭有跳舞，你最想要跟谁一起跳？跟朋友，跟外国人，跟原住民的朋友，跟阿公，跟阿嬷。丰年祭需要什么东西？需要衣服，传统衣服。就穿2个盖子。哦，那个帐篷。食物。哦，要祭拜的祭祖的食物。竹子，那需要什么人？头目、议员，还有你，还有我们，还有他们这些那些。需要援助你。你希望丰年祭要长什么样子，或是要什么东西？大人有游戏，小朋友也可以有篮球比赛。我希望我阿嬷晚一点叫我回家。我不希望阿嬷叫我回家睡觉。就有比赛，大人 VS 小孩的比赛。哦。大家都快乐的，不要吵架，要干嘛？就大家不要吵架，就顺利的把关系用着，就是庆祝到结束，不要像几年前一样，动不动就警察车跑来射击。跳流行。你希望丰年祭有跳流行？那传统的还要不要？有。今年丰年祭你想要做什么？玩游戏，让从外面来的人永远记得，就是7号社区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丰年祭的传统文化，大家知道7号很好玩。让大家知道7号很好玩。线上电影。希望小朋友跳舞也会给大家看，就比如说摄影，然后突然又出来，让大家看到哥哥姐姐他们会跳舞。可以。让全部的原住民来看。可以吗？直接看到7号社区小朋友，不是只有我，还有他们全部。喜欢丰年祭吗？喜欢。你喜不喜欢你自己是原住民？不用举手。非常喜欢。啊，预备1、2、3。非常喜欢。再唱一首母语的，有没有母语？这首唱起比刚才那首还小声。